好，来继续来看最近的大雨，伫台中市造成的农业灾害大约是500多万，以大稻甲龙井、西瓜损害上多，已经争取到农委会现金的救助。另外，因为蔬果受到损害，这个叶仔菜类起价是来起4成。市长罗秀燕请中央赶紧来释出到冷冻冷藏的蔬菜，它来稳定物价。大雨造成农业灾害，台中市农业局的统计，台中市灾害损失金额差不多500几万，受灾面积有65公顷，以大稻、龙井、西瓜上济，差不多有33公顷，也有少数的青菜甲水果，已经争取农委会现金的救助。那这个被害主要是大肚跟龙井的西瓜，占了一半，33公顷，其他还有少数的这些一些蔬菜。农业局嘛配合补助受灾农友的农药啊，甲有机质的肥料，希望讲赶紧帮助农友复耕。因为青菜甲水果起差不多4成，市长罗秀燕希望讲中央会使赶紧释出冷冻甲冷藏的青菜。所以我们也呼吁中央把储藏的冷冻冷藏蔬菜大量释出，以平抑物价。罗秀燕嘛支持发展局配合相关的局处，去到市场、大卖场等等所在去稽查，确保消费者的权益。